从未本地经。为本地经，为举红烛，我愿平啊！
总爸，总爸，洪州怎么样了？总部辽邦挑衅，犯边境，小天祖策反大军，围困洪州城。那李元帅是应该调集10家重兵啊！祖母，李元帅调集10家重兵，必胜。真乃是这强者元日难配敌军。为知洪水村内急，李元帅命中报，匹马单枪特从人，刀山剑里必要渡舟也见人，不提起兵不成长高级标。快！可是那兵部尚书王庆，那王庆荒木流长，困身，而动他是共面的局。宋王爷真假？宋王爷有欲不惧，担心赋予挂帅身。看来宋王他又想割地求和了。那王庆真是立志你何了？总爸，你快去请白阎王口天官杀公，催促宋王立即发兵。是。总爸，这一口帅印啊，千万不能落到王庆的手中。孙儿遵命。不对呀，想着满朝吩咐之中，这口帅印不落王庆之手，定算又落到我杨家第七帅印。娘家是内抗了病，怕虎堂从来是高远经营，为佛烟云16州。多少场恶作，我妻子把火拼杀沙场，死伤情，将士的鲜血流成红，恰我来你何早树下天庭。恨宋王怒杀太夫人，轻信王庆这卖公策，今日里边官为
借机变元帅，我岂能从他所策？记者可元帅意。启禀太君夫人，白银王口天官到。他们二位估算来了。向日到我天伯府点水来了。杨辉呀，宋王他们有立尊的决心，我天伯府真有他随意点帅。是不能让他们随意点水呀。杨辉，你就是我在交上练兵，不得眼空，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。是。白银王口天官请。若见可见那元那兵，已经神色真帅印。杨辉，老太君吗？启禀严军天官，太君夫人在交上练兵，不得眼空。万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呀！天官啊，太君夫人不知你我先来点帅的，杨辉说请太君。严君，既然太君夫人在交上点兵，我们何不前去看看操练严城？哎呀，天官啊，你要看杨府练兵，却来下为这看，是今军情禁忌呀！严君啊，看了练兵，才能选帅才好。杨辉，带路。而辩证，今交上见千军战马自勇奔，马上的将领咕咕叫。那一个红袄女将更威风凛凛，
爷爷你讲，好爷爷你讲哦。老天官，你可知他是哪一个？你们两家原是内亲，怎么反倒问起老臣来了啊？是哪一个啊？他就是打破天门的魔鬼英。魔鬼英，魔鬼英当年勇破天门城，我灭到了解洪州的挂帅呀神。杨辉，说清太君夫人是。小天主乃是穆桂英的手下败将，这一下洪州之围可解了。启禀燕军天官，太君夫人生，不解，不解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燕军啊，太君夫人她是冤愤不平啊。这也难怪。天官啊，事到如今，你我只有昂着脸皮闯了进去。燕军，你闯进去了，能舍得准他吗？这，哎呀，杨辉，去请升天的进来，就是燕军哦，不，就是太君夫人早婚啊，是。对呀，叫穆桂英先来接应，那太君夫人就没有话可说了。燕军啊，今天这个帅可不好定哦，倒要请教。婉儿，还不知去往大寺别愿意，推荐去往。罢了罢了，婉儿，看来拜过寇公公。寇老公公，一孩儿见礼了。也是大礼，这是老人，这是老人。寇公公，哦，婉儿。宽恕，还在去往公公请见谢说。后爷这个人真是有应付有讲理哟，多赞开老公公的夸奖。婉儿，你可知就往今日同寇公公的来意吗？你还不知往去往明告。婉儿啊！本了邦有新兵犯边境，李元帅的转南升为不成，忠报为朝也就因此上，特地到天波阳府调遣两将去退调兵。不知此番辽邦一名何人为帅？神传是那辽邦安皇小天宗。神传是那小天宗。小天宗这个反将真是小有福的，像林元帅这样好的武艺，也被他围困在洪州城下。看来
我大宋朝是富有能人，是他姐姐受了我啊！小天子，我把你杀不死的反扯。背信弃义有半斤，他当狂我红走城。这是归隐在把柄，凭仗你小天子，就不用听。叶君啊，后爷一个人是言是语，他在讲什么啊？想是外儿才想当年勇破天门城之事吧？天门人也掌握转我道听途说，就是没有听后爷亲口讲过。今天不妨请我们讲讲了。哎呀，天官啊，天官啊，我们要谈政事，你怎么谈起言事来？叶君啊，正是要谈言事，才办得了正事。啊，外儿，寇公公要听，你就讲讲啦。要儿讲啊，那就请去往公公试菜。是的，什么菜？像你儿乃是武将，恐将他高兴至此，免不了要随武作逃，亦恐冒犯了去往与寇公公。外儿不必拘说，绝望是你满身无才。爷，请讲。遵命。儿曾把瓦兵去往公公厅，敌气平了事，分在单转计。外儿，属下讲，属下讲。天门人到底有多凶险啊？是啊，去往公公倾听，提起此城小沙神，奥妙难测对神机，眼睛四方啊！安太平，满目实在，承恩忠心。公推城，两军带来厮杀机，杀得那中了兵，鬼恐浪涛纷纷逃命。我炮亮他天门，一把干把成。好，怕马车到中军帐啊！后爷知道小天主的中军保障，万不曾到达中军保障，只见双车一路兵来，挡住了二弟马头。他是哪一个？小死去，杀气凌城。莫非就是万王小天主？真是小天主！只见他头戴乌油盔，身披乌女甲，胯下乌坠马，手掌托天叉。严丝统领，严丝喷，身高长于10军。
孩不怕查凶狠，怎么叫做？扫得那层烟滚滚，天地昏昏，难分难见难决生。后来呢？后来呢？是女孩心生一计，我加倍下策，那他不只是叫他精进在功，眼看马头连着马屁，拿着去村女儿村人在这里哈就拿回当来。哎呀！是女孩在听风声在响，急忙把头一撇，多多赐罪，反正他才过出我就为是一财。怎么样？这当的那小天主抛岸吐血，此错而逃也。后爷真是好威风，好战士啊！当时马英将官还有4句言辞称赞女孩，似乎言语称赞于你。天主白天梦已用昆孙兵，使孩当场回。怎么样？他怕我到死军好。既然小天主4次害怕后爷，那后爷就该2次出征，再杀责任。对。公公，这是孩当年之事，事情呢？事情怎么样？我老了，不能带兵当仗了。你老了？不能带兵当仗了。哎呀，二爷呀，那么我朝之中还有哪个年轻人可以领兵当仗啊？是啊。这朝中之事嘛，你还谁不知道了？唉，听后爷讲了半天当仗的故事。哼，我这个老口子也当过几个大仗，也来讲给后爷听听了。公公，你也当过仗？当过。怎么你还谁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是我朝的老人，讲的是老明了的故事，我那是新明了，你当然不知道喽。新平了。齐王啊，我朝之中还有新平了之事。有新平了，有新平了。好嘛，那你就讲嘛。你听嘛。成了方新兵1万军，杨罗郎夺杀3关女一军，老夫一两走遍地。公公，你还当过1、2个？当过。什么女孩从来就没有听人说过？你是我朝的老人，怎么会听人说起呢？公公，恰逢两军正交阵，进了你一将杀勇杀得我宋兵乱纷纷。这一仗我们宋军是当牌了。当牌了又怎么样？何然？宋军后营选出了一员女将，只见她头戴凤子盔，身穿蓝衣甲，胯下桃花马，手提修龙刀。公公，这一女将她是谁呀？你不要当差听我说下去嘛。这个女将已经小天主生日凶嘛，先吃了一惊。公公，怎么这新平了也有小天主啊？小天主乃是辽邦的名将，怎么能少得了他呢？你不要当差听我说下去嘛。谁准让他
杀了数十个为何？我军女将难以取胜，他勒着马头便跑，小天主便紧紧追过，眼看马头连着马尾，小天主便取出远处女锐，在我女将军背后挡来。哎呀！啥事是哪时快？我军女将躲避不及，被他挡得饱温吐血，落荒而逃。公公，这位女将她究竟是谁呀？还有哪个？就是后爷你呀。是你。哎，公公，上前番平了之时，是女孩在当小天主啊？是我亲眼看见小天主在当你呢。分明是我他才过水，当得那小天主报恩吐血，刺窗而逃，怎么说是他在当我？公公，你老了。一定是看错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我还亲眼看见你挨了打，还在眼泪鼻涕的，哎呦呦呦，连宋英都不好意思回了。哎呀呀呀！我还在眼泪鼻涕的了，宋英都不好意思回吗？哎呀，公公，你这样讲，哪有个肯信嘛？不行。当时莫因将日还有司机言是讥讽于你，以后言是讥讽于我。偏偏倾听天作白天人，你有昆宋兵，自从他当你怎么样？你怕他倒是惊哦。好气！胸腔横生尘，开公公你避免笑死我归隐，啥不行再看我一插脚臂。快去问那小天主。儿在看林用兵，帮助点兵王去王，快把后嘴挂儿甩你。不成那小天主，我死不为君。穆桂英接应。谁不愿再应？我气色难平，此番红嘴去我听罢天主起。公公，请啊！请我做什么啊？请我一同去西征，看一看岁数岁银。升天儿已经结果这元帅令，那小天主啊，当然是你手下的败将，我做人我总有他的这样子伎俩。公公，郡王，乖儿，你说到兵不取命啊你！那也不才天不负算条将领，老太君下官这项有礼了。不便万里。太君夫人，我们奉了双旨意，前来同太君夫人商谈点帅之事。嗨，你们就是奉了旨意，我这里也负有奖财嘛。No，穆桂英就是一个大大的将才，他已经接应了。祖母，
严兄啊，送往他亲信王亲一贯执掌以后，何必让我杨家有去出征呢？太君夫人，那王亲这是缺席救火，岂是将帅之才？方太君夫人以国事为重啊！正是以国事为重，才使了我多少杨家儿郎。可是到头来，只换得一张确凿的霓虹之书。此事难怪太君王亲，老臣也有些担心啊。太君夫人，所望此转以下决心，请太君夫人放心。严兄，你愿做担保？请君愿做担保。好，是此，这就依老臣两件大事。请讲。此番将士们在沙场上约束分转之时，朝廷再不得下旨以后，倘是送往他听信谗言，我归因何事？将才还军民有所不受。一概是此。这儿呢？几次征战，我杨家都因粮草不济，才还原疆场。如今王亲严管兵部，倘是又是口是粮草不发，我桂英儿纵有天大的本领，也难以引军作战呐。那太君夫人的意思是？我要亲自为桂英夺运粮草。也只能是此事了，老太君夫人了啊！严兄啊，这将才还，军民有所不成。一言为停。一言为停。好，桂英儿天不父教育儿一字卡令，愿我儿为国家再立死训。此去解决红罪身，不必还当年破天门。你今虽挂元帅印，也引兵不成虚精神，拼力军兵有真为复国图安莫名。但愿儿旗开得胜，开先归天不负把瓦言，祖母为儿把国情。谢祖母。儿啦，军情警戒，说到疆场点兵遵命。宋后也。严中天官，老臣我还有一事啊，请讲。要为桂英儿选一个能征惯转所写的新的仙营官。哎呀，这样的仙营官到哪里去找啊？天官啊，桂英儿初次挂帅，这个仙营官一定要写好啊！太君夫人放心，我一定接他过合心儿一的仙营官。好，严中天官，老臣要为桂英儿准备启程之事，适配了。太君夫人请便。宋太君，天官，哎，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心合意的仙营官哦？有一个载载一人的仙营官才呀？哪一个？
帅初次点兵，先引不到。原来元帅向来发兵长仇，先引披挂不及，还望元帅宽点一马。旗鼓送点是。旗鼓送点。先二营，左右营，上枪短刀手，登拜龟脸手，济公压梁冠，四人地理冠，万象有先营，不到先营，用红旗大令调是。算先营，算先营。耳听顺先引，但遵先引，愿能下报先引告急。先引进大营，见过元帅本帅初次点兵，你引我不到。别家来是望元帅是谁？见了本帅，怎么不扬面呢？有谁不管？是你无才，是是他哥哥退下。有谁？哎，我今日点兵，你怎么手来迟啊？这个哪个？为的是要去别家嘛。别家？你别的什么家？别的就是你呀。别我？哎呀，杨少爷，我做了元帅，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就是不知道嘛。不知道吗？也该问问家里的人呐。我去问哪个呀？我刚进了先锋营，你那崔军哥就咚咚咚地敲了起来，我连披挂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时间去问什么？这样说来，倒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既要去率营，就该与我商量一下，这才是你的道理。哎呀，我们夫妻面对面见，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商量啊？这是去往与奎公公国府演讲，洪水被困之举，他不去找招兵，只怕要误军国大事。这个我比你明白。杨少爷明白最好。哎，你这是金挂帅，可是小天主他。小天主怎样？他是我手下的败将，难道我还怕他不成？哎，此番的小天主可不比先番的小天主。今日的穆桂英也比不得往日的穆桂英。你不要太自夸了，你未免也太胆小了。我杨宗保岂是那胆小之臣？我穆桂英是有私心之心。你呀，你这个帅英，我实在的替你担心哦。我胸有成竹，你为我担心何来？我受你父你率进，可惜不是统帅之才。此番前往洪州，一旦义务军纪，岂不是颠入了我杨家昔日的威名？怎么？我还不配当元帅？怕颠入你杨家昔日的威名？杨少爷，你未免也太小量神了。我就是两得兄弟，我说你就是两不是，两得兄弟，两不是，两两不是，两不是。
我也是这样把他破了的呢。这个哪个？掀翻大铺铁门人，乃是我父保条前有方。你不过是一日娇艳过身，这哪能算得是你的才子哦？什么？你量我无才？今日去往于奎公公，为何要挂我为帅？也没有挂你为帅呢？只不过是你的运气好。你这个元帅，难道能胜得过我这个老县尹不成吗？胜不胜得过你？到两军阵前再看分晓。困与不困，总之我不能随你命下厮杀。你哼！绝望！你只挂了二的元帅，就不该挂他的嫌疑。我们夫妻相称，你叫我怎样的迎兵绝望啊绝望！你只要点二的嫌疑，就不该挂他的元帅，让我听他的调遣，真叫人难受哦。嫌疑官，莫元帅，好。此今你我都起了人心，这个那个暂不抵挡，万事请请来这甚呐？请来与本帅共议军情，我们也好领兵出征。这军情大事，莫元帅用手大略，你自己做主张好了。怎么？我请你军情，你都不去？看他这样儿，也太狂妄失他了。要生他一意孤行，岂不有违我引军将令？我倒要接他一个厉害。先应过，莫元帅，你的架子可不要对得太高了。我是泰山的架子，又对又高你的嘴巴可不要那样昂长。我是霸王的弓，又拉又昂。你这个架子苦腹有声，差得了不？我得了一困呐。这营中要藏我架子的人，恐怕还没有出事呢。旗鼓三贼，算现役，算现役，传王力不说，贴身引去，旗鼓送传。胜了真了，报县尹告急，上日元帅，下日县尹，县尹见过元帅，出跪下，跪。好嘛，跪就跪嘛。县尹听令，有令，县尹开路。得令。坐来。你为元帅，你送我把兵牌，司机做自在，何必愤怒来？此去杀传败，天下喜谁在？杨家为民谁不胜不归？来。他虽有将心，倒有杀之之勇，生日之子。领下有，他军不分岁月，设法红之是。
那小天主神之叫声，与我擂鼓出兵。我顺开了。你到哪里去了？此人与那小天主设置交转去了。哟，看县尹官自告倾囊的，像是把小天主惊吓了。来呀，把小天主绑上来。慢来，慢来，哪有这样容易就把小天主先拿下了我？这样说来，你是当牌了？我这个老县尹有人哪里当过好多牌仗？既没有牌，又没有身，那两家去何了？两家既未休的，哪有你何之理？那你是怎样回来的？我元帅，你想想，小天主带的神马多，我带的神马少，他们十个几个八个几一路，你闹闹就把我这个县尹官去送回来了。这样说来，你是当牌了？送回来的。我来问你，你此番出兵可有本帅的将领？你往这引军路上，我到哪里去讨将领？我他的引军路上曾下令，不曾顺子去交兵，满身死去当百神，总算是怎么样？人君发言，当要分战役。什么？你要打？我不是为所举的兵，我不是团攻上为功臣，以军讨尊应车神。我元帅，你参谋了我这个老县尹。他此次亲自我归隐，与那个县尹官司此交恨，将子的立为军民，我母军击乱策兵，叫声来。将县尹困推出你们元帅，敌人出兵，先战县尹，只怕与军不利，还望元帅开恩。元帅，敌人出兵，先战县尹，与军不利，还望元帅开恩。我曾结下的尊称作为将军亲戚，本帅早征受死。谢元帅。将县尹官放
李将县尹官放了。莫回应，你为何不杀？你为何不战？两你也不管。死人可杀，活人难免。拖下去，重则死杀军棍。元帅。万里不我回应这法，他成了真，还将美云我去通禀，请某元帅下报如先来年伤痕。元帅，先迎请元帅年少。只听
要毛克老师家事备用。我会一年看新盆，忘了衰朽放不起。小青头水兵这位高人马，怎能够亲临杀人将我敌？我出身水里红将领，我难道为元帅将把功争？去退的反正我40军今我莫元帅军纪心高气将是他，是他的天为私事去交兵，并非我小子义父杀的本领，这一桩关系上，国家存亡和千万生灵。说起你就才装为心盘分，方才这一桩谁是教训，朱朝娃怎能够亲密敌军？洪州百姓今朝为困，10夜迎亲在盼救兵，我为见天心与我调度，怎能够破得
怕你误了大事，又怕你吃了亏，我是怎样的担心你，你呀，况你起初挂帅，当你违心，不违心你怎能要渡三军？想不到你偏偏神心神心，难为我倒是你不是外甥。你这样对我，对呀是不对，对呀是不该。杀君妻结不了红水为婚，人莫生总不妥谁不辞家恨，不夫家不离贫，岂不是颠覆了你娘家为民？你本是将门子，我就不许动人。你是一世想你想，错在何曾？我也因情出自避风，何曾一句话又好比地府官的羞愧难当，悔莫及。愿中报傲慢自大，太神心。我不该把将帅名分当夫妻心，我不该违反君的誓策兵，杀上决胜靠天率领，军营纪律严明，这公事上马当自分成，该当该放该谁留意？从今愿在张家兵塔里，心莫渴望
带着神马逃去了。元帅，臣臣最近，万不应允什么人？红翠为将士们，个个分有真不为，总之臣人怎可用长驱直打？欲自为兵法欲罪。万岁！圣旨下，大宋皇帝诏曰：钦旨写报，真心诚喜。有道是穷困莫贼，莫归因立即办事为饶，钦此谢恩。元帅，将在外军民有所不顺。将在外军民有所不顺。元帅，元帅。得令。臣子下，升天后莫归应接旨。大宋皇帝诏曰：为请出使周节，实为劳苦功高，但遍地风华，唯落令为常。今得兵部侍郎王钦为义务使，预料国一定蒙也永修无好。臣为请今日办事为朝，请此谢恩。三天恩，接旨拿。王大人，你身为兵部之官，这个活是给你的吗？王钦，我杨家当了省长，为什么我要你你是哎呀，这是升堂的旨意，下官这是奉旨。元帅，杨信福以我兵法御罪。得令啊！莫归应，你尽管抗旨。出征。圣天后莫归应接旨。大宋皇帝诏曰：朕数次下诏，赵某还请办事，至今未见一兵一之反境，朝衙内外谣言纷传，道爱卿有不臣之心。走吧。朕素知杨家门门忠良，宋非有司公居傲自珍，请凭了公告，朕四大奉上。放请节之后立即办事，一并要准，请此谢恩。
杨家进了这个叛逆的水命。富江沙浪平时尊，问少林龙卷眉，宋王爷不许江湖遭人帮，十里8年不是谁，今日里沙上生兵苦苦御用，去眼睁睁把老尊击负东里，我杨家三代将心凋零为人上，却落得苦扯淡忠心凡尘事。老祖母，哇！公公，可记得边关高洁，朝廷臣，你眼见我把帅印杨家将不为功名不为利，谈着去江山一同结果断了头，三把斧骂他死死成一将，四把斧流落番邦因心血。五把斧换退了心扉失空门，七所五被盘红乱箭，报死催把苏翠玉门关键代表上老林公兵乱两地碰死贼，李陵北京一名婿，我杨家把王子一马成，我夫妻才尊长，不曾性命都得看，杨家将哥哥鲜血洒长路，恰不了落得过叛逆的才名为何语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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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不是你寇老公公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今生哪里还有你们说话的地方？老太君，客公公。我杨家为抗击两邦，顺风烟云16州，以死伤太心。从今以后，杀父力在保养上帝。儿郎，这答应请老天官代为交还上帝。祖母，我杨家秀子高老万象，老太君。望金衣，更想君心，今生是应去，前去共谁？千秋公才，后生自有病杀。前去共谁？谁病？皇上有旨，边关告诫：即在交上庇护大帅，救援边关。返归故里年逾春，朝中纷争我不关心。那双肌肤换辫子，我杨家何必再去分朝政？
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祖母命你们兄妹进京，团听的朝中之事，事后，娘，你问朝中大事吗？嗯。去你！公孙坚一见不得已，公孙坚一见不得已。南边人，娘，这是真的虎队精英，是真的虎队精英，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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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红赤城，统帅营是听得当年明明转鼓声，统帅营与成绩，千军万马杀敌城。落得孤，满门孤寡叹凋零，挂帅营不得过，一枪一血。是喜是悲是恨，我难辨于真。儿啊，这虎队精英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娘，我们今天团聚，念经城门店里人纷纷，是了当于心里看我边境，望与子比我现在得帅营，想当年一场光荣耀。
对，我本来就是个好的嘛。你与我亲起来，哎，娘，明年团圆到天津，才叫你教场去把是非生。你到皮是小王人，为家万讨元帅意。你是村官年纪小，才替你挂帅去领兵。你去呀，奴才！叫杨辉快把奴才困，快与我把这奴才困了。哎呀，少夫人啊，至今我是困不是小少爷喽。拿来，拿来呀！奴才，你刀劈亡人，他来了招讨帅印，这还了得？太为娘将你帮上天去，万应钦才。娘，我下次不管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娘，我下次不管，娘。为娘不困你了，娘，你真的不困我了？嗯。娘，你骗我！为娘真的不困你了，快来拜过帅印，我们才好一同领兵出征。哎。我呈上来。见帅意不允。唱戏梦常年烟云长碧波，有几个春
银溪灯不养家夫妻忠良和，将门有成孝顺孙。他一句他来元帅意，从今儿上流是我杨家军，风光金花到福建名气那水江路虎适合你娘亲去祖母不哭，祖母不哭，风光金花，风光风光，恨啊！太君啊，太君。风光兄妹年幼，那忠宝当年不也是一个少年儿郎吗？哎呀，祖母，风光兄妹正与忠宝当年相比，再生我杨家八王，则留下这一脉单传啊！老太君，老太君啊！启禀老太君，白银王寇天棍亲自到武洞下圣旨来了。燕君，天王，杨辉啊，打开正门出进。打开正门，有请白银王寇天棍。老太君，老太君啊！
太监去我。乖儿，真好啊，真好。崔公公，升天啊！老太君呐、这20年的岁月，真是难为你与升天后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说王有圣旨在此，请来接旨。哎，严兄啊，这圣旨嘛，我妥也罢。坐。帅印在此，请去往与柯公公代为便见，免称送我。哎呀，婉儿啊，你可是一向以国字为重的呀？婆你自称怎款随他为国风雨？说王已经悔悟，在这道圣旨中，他深思责备你。去王，儿从下家贵殿这20余年来，总为这夸掉儿终于报国之心，也义务报国自立了。升天儿，这就不对了。严君和老夫也是互动境界，就闻听得私下里传颂纷纷。传颂什么？传颂天不负，报道不牢。杨家将牢记福利，自然千里哟。这是后东父老的一番美意。岂是后东父老一番美意，也是天下百姓们一片希望。家为国一门忠，团圆归殿自保送。你们射箭交让进草林，到夜来月下兵书同，父老们是升天后真英勇，不必可负燕山东。这不过是他前岁月而已。传风虎，两夫更三贼早相拥。后东的出国边早相拥操练，为的是保护家乡。父老们是老太君，亲自夺草不是老。升天后，你是神机体，心潮涌，多少年无缘插张的从容，
今生临下把兵想听信燕国说，这是他们想当传。想听信燕国说，那天下的老百姓呢？老百姓，神天，你可知道那天文光兄妹在交上比武得亏的心境吗？那天比武的说，小兄妹马上得亏，这四下浑身震雷，都只为有见杨家出江贼哦。传言纷纷，今人王，团结真是杨文广，少俩女娃都放下了心，都只为中意的杨家将又把帅营长。圣天，你更不知道，也就我老夫向活动过来，有着百姓们盼望杨家东山再起的心情呐。他们知道，也就我老夫前来活动，从今日开始，武力一战，实力一定，他们父老血友想出做鬼与道吧。百姓们这般口水，一定要严军和老夫把杨家将请出帅来。他们是侵犯百姓的生死安危，前居生天有你的身上了啊！升天鹅啊！你不念老君王本不前，你不念我老君尊神心里，你须念天下百姓他应前，你须念大高山周为君。国家兴亡匹夫这升天鹅啊！你身为大将难死去，升天，你在带头看一看夜华太君，还给我这个老坑尊。把法唱一模念，谭子元焉用归还，才升天。
我自前威风，莫归因不差3岁差针。小上皮肤疼衰你，我的儿也马3件才得成，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，全才青面落才成，那黄人已经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能顾家政，vì啥上可兵良臣，他是一刀劈死小黄人，老君王在教场把我儿来分，我的儿莫红不是看图真恩情，他说到杨林谷本是他先称，他是忠茂的儿子，年轻的神，他遇过真出楚太君，莫归因我本是儿的娘亲，老君王听说他是杨家人，不家才反击着元帅营，楚太君他回国要请宗，命我挂帅去平车城，我们一不为官，二不为官，为的是大宋江参与总理命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，才是治国报朝臣。我归因53岁不我郎，不必车臣不为情跟随京城把交长进，去到两军城，为元帅而献命，代表是同亲兄弟，听儿军令杀客人，叫你转你去转，不叫你转你去不应娘。孩儿要骑马单枪得到边境，我一人当他千万别他小奴才不是天高地高，不听军令把一切教训不管不教，真诚诚恨。谢英国，
难点了你心。英军当仗这薄情，为父我当年也叫为心，曾爱过你娘40句棍，倘若犯了元帅令，本里年称不用情，两军成言去献本领，不立大功你莫为意。也不枉我当年我老为你，为得来再把老爷亲，为妻有话你且听。你不是山中洞的洋葱包，我不是普天门的末世归隐。听你出门去赴古城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。平马迎把兵相迎，老来长子有灵灵。今日里老亲平得小心灵，是啥你心谁言啊？为是强强一棍，为是剑剑